我怕被他们今天可能被告了。我很想跟他们讲，这边没有猛龙难修，也不会放火的。可以吗？时间可以吗？可以。你们好单纯，好喜欢你们啊！你们去杜兰部落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可以。老板你不在了。OK 啊，好，可以，那就唱歌吧。我的吉他怎么不见了？有吗？要唱什么呢？你们想要听什么？你点了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歌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。好了，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歌，因为这是去了金曲奖，然后得奖之后，突然有了一个心情这样，然后我也希望我可以越来越有力量。然后可以做更多的事情，因为我除了我得奖之外，我看到那个周杰伦也得奖了，而且他还说他是2次得最佳男歌手。虽然我不是他，但我很想研究他怎么成功的。虽然他没有部落，所以他比较轻松一点。但我还是很期待自己有跟他一样的力量，所以我决定要唱周杰伦的歌。绝对不会唱得很好的，放心。但是因为刚好那个最近有台风，而且我很希望台风赶快走，刚好台风也很顺着我的那个希望，它就一路向北。然后我就想唱周杰伦这首歌《一路向北》，不要太期待，他只是安口傻逼死的而已。然后就看来这首歌《一路向北》，谢谢各位。
都兰高中吉他社成果发表。高中生，屌。啊，突然觉得很好笑，怎么会唱这个？啊，我希望我有那个能力啊。好了，最后一首歌啊，这首歌也希望大家一起开口唱，教你们一个很简单阿美族的单字，叫改油印，改油印，这是阿美族美少女的意思。改油印那次，改油印，Bonjour，改油印。私はスミンですね。哇，好国际哦！会了吗？哎，我唱黑油的时候帮我回答，黑油的时候帮我回答。黑油，加油音，乌曼嘎乌拉罕，黑油，加油音，乌曼嘎乌拉罕，黑油，加油音，乌曼嘎乌拉罕，嘿呦，加油音，乌曼嘎乌拉罕。会唱啊！哎，这样就学会一个单字了，对不对？有机会去蒙波罗把妹的时候，可以用得到，很实用的。他会看你两眼，你哪里来的？好，再来最后一首歌，改油印，谢谢各位。来点掌声，先叫好不好？Aku kau irama orang yang